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今天很榮幸為大家介紹我們學校的每天運動獎勵計劃。這個計劃名為「思告動力加油站」。學校推出每天運動獎勵計劃，主要是希望鼓勵同學們養成每天運動的好習慣，進而建立一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積極的生活態度。同學們在每天完成1小時的運動後，請記得登入學生電子獎勵計劃平台，為自己加上一個績點哦。要如何參與我們的每天運動獎勵計劃呢？很簡單，同學們在每天完成1小時的運動後，登入學生電子獎勵計劃平台，由家長核實，就可以獲得一個績點。進入 eClass App， 在學生電子獎勵計劃中的自主學習，找到 Sport ACT 每天運動獎勵計劃，就可以加1績點。請注意，下學期時，這項運動獎勵計劃會改為計算 MVP 60。這裡說明一下，所謂的中等強度運動，是指會讓人輕微流汗、心跳和呼吸稍微加快的體能活動，像是課外體育活動，例如羽毛球、游泳、打網球等等。在家中也可以做家務勞動、體適能活動、跳繩等等。在學校裡，像是小式體能活動、午式體能活動、早操、體育課等等也都可以。另外，像是交通往來之間的急步行走、行樓梯、遠足、踏單車等等，也都算是體能活動。